平安，有好。祝来所敬听的姊妹大平安。敢若无啥人伫遮，伤细声。哦，我爱较大声，大家平安。好，安尼有啊，好。这是要来串联今早去买经的信息，请献到信息231首，231首，就向上帝来唱新歌。虽然这个曲是1734年，词是1964年，要毋过对大家来讲，敢若真正是新歌，所以咱先来听一遍。咱这半年吼，拢会一直唱新歌啦吼。好，第一站做回来，预备来。叫上帝来唱新歌，伊家己了欢欢，上帝新手新请求，予人在他新手。这里是。伫咧放浪的无手机，一面一句公平，记了一对你生的家，主爱信息。第三集，全队跳出大喜的声，予咱上帝尊荣，大吉吉时，也本三高。好，第三集最后两个字是啥？做个，好做啊，就是同款哦。作文的作拢是做，好，好作曲哈。所以第三集过来一改哦。第三集预备来，全队跳出欢喜的声。上帝尊荣，大吉吉时，结婚三高，地主民主做工。对呀，还是有人唱错吼。好，来这时请献到信息574首，这首信息咱就较细了吼。5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咱做伙来听第一集。预备来，明日只有信靠主，感恩中也是。虽然我的心情真，辛苦主就的稳定，只是个辛苦主，日子快过着苦楚。下树的包围，心
只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与再去写礼拜。感谢平安，只是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备办心来敬拜，请作乐。就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庇的家，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撒个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31首，就向上帝来唱新歌。会众请起立认全首。
议员徛着，用许多信心来做咱的信用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你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灵堕胎，对血路难以处死，以本着了无人来受苦，并是个死埋葬动物。第三日，对死亡中复活就地，啊，这里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能，伊要以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公教会，信徒的相通，做下面永被我永远的保佑。阿门。会众请坐。接下来启应。启应文第7篇，禅师的诗篇，第19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伊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报复，日头亲像新郎对同伴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世界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拯救。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袂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职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咱单时来祈祷，请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嘛是公权力的上帝，也是掌管阮性命的上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即时直到永远，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万权力的上帝。感谢你。保守带领，互阮兄弟搁一摆，组织伫主的圣殿。伫遮，阮着爱把这个时间分别来做成，用虔诚的心、甲水的诗歌来敬拜阿罗你。你是大权能的主，你无纪念阮所犯的罪，搁白白赏赐阮有极大的恩典，竞选阮做你的囝儿，有份伫你的国度。阮感谢你。阮检查阮行为，若无合你主的旨意，求主来怜悯赦免阮所犯的罪，用伊的灵来治理阮软正的心，互阮会当赢过所有的罪，互圣灵保惠师伫阮生命中掌权，互阮会当持守福音的真理，活出基督实践分享来荣耀上帝，互上帝国的福音广阔伫台湾这个阮所徛起的所在。上帝是阮的避难所，也是阮的依倚靠，也是阮的拯救。也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你圣灵的陪伴、管顾、甲保守，无论我伫倒落，你拢甲阮同在。你的恩典也教也阮用，
求你叫阮脱离一切的凶恶，互阮来安然来经过，享受你的平安，伫这块土地，互信靠你的人有真正的平安。阮着爱学习，甲一切拢交托互主，因为耶和华是阮永远的伴照。求主赏赐阮，无论什么境遇，拢有一个喜乐的心。阮身体欠安，拄到白听兄姐，求圣灵安慰因，帮助因，来扶持因，坚固因，存你的大能的手，来借着医生甲医药，互因脱离身躯的病痛，来得到医治。阮将今仔日的讲台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借着吴牧师来挑棒你阮爱知的信息。当我们开始今日敬拜，求主圣神亲自的带领，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子名求。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是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9章19节到29节。现代中文译本是774页，现代台语译本是343页。显着我来读。第19节，安尼你会甲我问，既然是安尼，是安怎上帝要得这病人？什么人会当反抗上帝的旨意？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你算啥？敢甲上帝赌喙？受塑造的面，敢会对塑造的讲，你是安怎甲我做安尼？小废的敢无无权通用共一块黏土，照家己的意思做一个过去的器具，一个粗俗的器具。虽然上帝要表示伊的生气，互人知伊的权能，也阁用真大的宽容吞忍遐个惹伊生气应该灭亡的人。伊为了所预备来接受伊的荣光，遐个人就是伊怜悯的对象。伊搁较会互因知伊丰富的荣光，咱拢是伊所呼召的，毋若对犹太人，嘛对外邦人中间呼召。照伊伫何西阿书所讲，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因做我的子民；本来毋是我所听的，我要互因做我所听的。伫迄个所在，我捌对因讲：你毋是我的子民，相反伫遐，伊会叫做永远上帝的囝儿。关于以色列人，以赛亚捌宣布讲：虽然以色列的子孙亲像海沙遐尼济，毋过只有所剩少数会得到救，因为主伫地上会真紧搁彻底执行审判。这是照以赛亚以前所讲，若毋是主万军的统帅甲咱留整，咱早就亲像索多玛，嘛亲像蛾摩拉。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即粒俄罗，咱来请妇女团体起来俄罗，因今仔俄罗诗歌是伊的话。
正道，咱请罗牧师来甲咱正道。今仔正道的题目是伫土墙的手中。多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8月上尾一天，咱今仔日可能对已经离开学校生活的人来讲，真久的人来讲，无啥感觉。总是若是学生的话，明仔载就是开学，开始读册的头一天，暑假已经过去啊吼。我一直咧想讲，我头一天去上课的迄日，到底我是抱什么款的心情去的？我嘛咧想讲，其实咱介是嘛拢爱练习伫每一天内底，拢爱有即个，敢若头一天要出门读册的迄种心情，因为咱毋知影会拄着什么人，咱嘛毋知影伫即天内底会发生什么代志，总是咱着用迄种毋知影会拄着什么代志的心情，总是咱勇敢去领受的心情去。所以咱等者主日学嘛会伫第2场的礼拜内底，因会做伙伫遮来举行迄个升学的礼拜升级，毕业典礼甲升级啊吼。后礼拜咱就会伫遮见证着遮个因为是用学期制，所以咱会伫遮看到咱的主日校长甲遮个少年青年的会长先伫遮就任。所以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逐工拢亲像迄种第一天去上课的迄种心情。毋望上帝伫即天所赏赐互咱的，不管好诶歹，咱求上帝拢赏赐祝福。所以，这是我要邀请咱大家嘛，咱附近的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伫遮敬拜。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会当做伙自责。主，阮相信，若毋是你，阮实在无法度勇敢来行每一天。主，阮知伫即日，你要赏赐互阮气力甲智慧，互阮知来到阮面前所有的人，检采的是上帝，你要透过伊来祝福阮的，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祝福人在今仔日，你要赐互阮做伙听读的话语。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毋知咱对法利赛人的看法是啥物货？我细汉的时阵，特别是少年堂课的时阵，受迄个福音书内底，主耶稣咧指责法利赛人，上时有当时也会讲，即个也会批评法利赛人真假的即种讲法受影响，所以对法利赛人的看法，就感觉讲，即群是一群真咬假的人。所以细汉想讲法利赛人是歹人，总是事实上，主耶稣安尼讲是有道理，总是其实甲当代对法利赛人的看法其实无啥共款。所以后来神学家其实开始咧改变这个法利赛人的想法，因为法利赛人其实是一群伫犹太人中间强烈主张爱严格来遵守妥拉的一个群体。因为法利赛原本的意思就是分别，所以因就是用律法妥拉做一个红线，
然后对这来计出什么会是性，分别分别什么是性，什么是世俗，什么是犹太人，什么是外邦人。所以法利赛人是迄种严格守迄条红线的人啊。简单来讲是安尼。不过阿甘本这位现代的学者观察到，其实保罗咧称呼伊家己的时阵，伊讲伊是法利赛人咧。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伊咧介绍家己的时候讲，我是法利赛人咧。事实上，伫罗马书第1章第1节，伊嘛伫遐自我介绍的时阵，伊也用这字。虽然咱读不啥会出来，翻译这字无翻译出来。原文其实是上主分别伊来宣扬福音。伊咧介绍伊家己的时阵，伊讲上帝是分别我，分别我的意思是啥物货？分别就是法利赛的意思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其实伊对头到尾拢是法利赛人，总是伊相信上帝借着伊的律来分别出属伊甲无属伊的人，总是无过是迄个旧的律。是伫基督内底圣神这个新的律，用保罗家己的话是安尼讲，罗马书第2章29节 A 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真正的割礼是新的割礼，是圣神的作为，毋是靠律法的条文。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保罗。伊清楚知影，伊要严格守迄条线，到现在嘛是，到后来嘛是，就是伊接受基督了。保罗总是保罗为着家己遐真侪的同胞，毋愿接受耶稣甲这个新的律来，感觉真烦恼。伊感觉真烦恼，总是伊详细也表明，这就是上帝拣选。人会受到怜悯，或是心硬毋愿悔改，拢出对伊应允。既然若对上帝来，迄就是上帝的主权。会记即我搁伫大专中心咧服侍大专生的时阵，阮逐冬拢会举办伫寒假中间，阮拢会举办一个营会，叫做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我拢叫伊叫做神研班。逐冬阮会透过5天，就是遮个辅导、遮个牧师小组长甲一群大学生做伙读一卷册，所以逐冬拢会选一卷册来读了。然后有一冬，我会记起阮就是读出来记，当阮读到上帝爱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上帝却对摩西安尼讲：出埃及记第7章第3节，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要互埃及王的心硬，搁要伫埃及地行真侪神迹奇事。伫阮后来读了，伫阮后来小组的讨论内底，都有大学生安尼来我问，伊讲上帝是毋是亲像迄个？布地是红啊，后壁的迄支手，一方面你互法老心硬，一方面搁爱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去，是毋是安尼？你是毋是上帝？你是毋是自我矛盾啊？你是毋是？这拢是你的心意啊！是安怎你的？一方面搁互伊心硬，一方面搁爱摩西带伊出去。随上保罗嘛咧猜想讲，可能有人嘛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伊才会伫今仔日经节内底安尼回答。罗马书第9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你会甲我搁问，既然是安尼，是安怎上帝要伫这批人，
什么人会当反抗上帝的旨意？既然无拢是上帝的旨意啊，无人会当反抗上帝的旨意。那安尼，我做歹，我心硬嘛是上帝所做的啊。啊是安那人佫会互人责怪、责备，甚至定罪呢？这其实是诡辩，因为上帝嘛赐予人自由意志。所以保罗是安尼应答，保罗针对这个问题是安尼应答的。罗马书第9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这个人，你算啥？敢甲上帝赌嘴？受塑造的物，兼会对塑造的讲：你是安怎甲我做甲安尼？咱来知影，伫旧约甲犹太教的传统内底，时常用做花仔的师傅，甲做花仔伊所做的花仔，比评做上帝甲伊受造物的关系。斯多德牧师就是安尼讲，伊讲保罗伫遮会反问，强调咱甲上帝中间迄个交，咱敢讲认为受造物会当上帝来拄喙嘛？是若敢认为保罗可能改写对74译本以赛亚书29章16节的后壁，伫遐是受造物咧基起迄个造物的，讲啊，你无将你所做的物，就是我做好了。所以保罗煞落直接安尼讲。罗马书第9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烧毁的兼无权通用共一块黏土，照家己的意思做一个贵气的器具，一个粗俗的器具。咱来知影，若无烧毁的做毁的人，器具本来只是土尔。所有的器具拢是土，是这个烧毁的人决定倒一个肥，做一个物件要做成做贵重贵气，就是做一个要做较普通呢？这其实是咧指当时伫厝内底所使用的器具啦。为器具做出来，就是真尊贵尊用的。总是为器具做起来，就是真普通的啊，可能是普通的碗，咱咧食饭的碗安尼。现在更加对咱指出，伫遮所讲的贵气的这字原文，其实是甲罗马书第2章第7节 A 段是共款的哦。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遐会坚持做好事，追求荣光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上帝赐因永远的活命，迄个贵气就是尊贵啊。原文是共款的，虽上迄个普通翻译做普通，还是粗俗，原文应该做见效。因为这甲罗马书第1章26节的 A 段讲，上帝凊彩因到见效的情欲，这是原文照伊译的吼，共款。所以迄个见效其实是甲迄个罗马书第1章26节是共款。所以这是咧指啥物货？头前迄个尊贵是咧指遐个得到上帝儿乐的人，然后后壁。这个粗俗是咧指遐落伫上帝受气的人。罗马书第9章2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虽然上帝要表示伊的受气，互人知伊的权能，要故用真大的宽容吞忍遐惹伊受气、应该灭亡的人。原文是讲，若上帝想要受气被显明，权能被彰显，伊就伫真侪宽容中吞忍避办遐要拄着毁灭受气的器皿。
所以事实上，20这嘛是咧回应迄个做废的甲废中间的意思哦吼。只不过咱现代中文译本其实是来翻译做人啊，开始是来翻译做人。保罗是要安尼对咱讲，上帝啦为着遐有罪的人做啥物货，这拢完全出对伊的怜悯。伊若啥物货拢无做，宽容凊彩人伫罪恶中来毁灭、来对立，也无啥物所谓的无公平。保罗其实是要讲这样代志。罗马书第9章23节刷落去。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伊为着所有备来接受伊的荣光，遐个人，就是伊怜悯的对象，伊搁较会互因知伊的丰富的荣光。和合本是安尼翻译，将伊丰盛荣耀彰显伫迄个受怜悯早。备办得到荣耀的器皿顶头，所以这共款拢咧讲迄个做图的人甲互人做的人。不过这已经来翻译现代中文的译本、台语译本嘛来翻译做人啊吼。伫这希腊文的器皿是复数，象征真侪人，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来翻译做咱。斯多德牧师是安尼讲，上帝有的行动，这两层的行动，怜悯甲凊彩人的心意，拢对伊的属性。虽然咱无法度明白上帝是安怎会经某一个人得到荣光，凊彩某一个人对立地教毁灭，总是两个拢是上帝的启示。透过这个启示，显明伊的吞论甲审判的受气，更较显明的是伊伫救赎中的荣耀甲怜悯。罗马书第9章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拢是伊所呼召的，毋那对犹太人，嘛对外邦人中间呼召。原文是这个伊所呼召的，甚至有咱。那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咧对这群罗马的教会群体中间，甲因做伙出声，甚至有咱哦。咱这原本被排除的人，咱嘛是有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的角度来看，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只要是伊所呼召，拢是伊所怜悯、被办要承受上帝荣耀的人，或是讲器皿。保罗要对咱讲，对即时开始无搁用犹太律法 Torah 来分别彼此，有犹太人，嘛有外邦人，拢会当正做上帝荣耀的承接。上帝荣耀，敢若承接上帝荣耀的器皿共款，总是事实上，嘛有犹太人，嘛有外邦人，上帝会凊彩因心意。罗马书第9章2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照伊伫何西阿书所讲，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呼因做我的子民。本来毋是我所听的，我要互因做我所听的。保罗是改写对70书译本何西阿书第2章25节，这是先知针对迄群无重视伫上帝北国以色列所发的信息，因为因无重视，所以上帝无搁施行怜悯，无搁看因做上帝的子民。罗马书第9章26节，刷落去安尼讲，伫做伙来读吼，伫迄个所在，我捌对因讲，恁毋是我的子民，上款伫遐，因会叫做永活上帝的囝儿。保罗其实大字引用对70书译本何西阿书第2章第1节，咱来知影何西阿书第1章发生什么代志？何西阿书第1章。
何西阿伊的某生3个囝，后壁迄2个囝，何西阿拿号名叫做无过得着人民，毋是我的子民。2个哦，吼，头一个迄个何西阿书第1章第6节，何西阿拿号名叫做生出来囝叫做罗路哈马，啊，罗路哈马。然后毋是我的子民，叫做罗阿米，迄叫何西阿书第1章第9节。所以新亚教咧要讲，这头生啦，这就是何西阿下某出离甲人头生，所以毋才会叫做毋是我的囝。简单来讲是安尼吼，毋是我的囝，无受疼，啊无太啥物人会号伊的囝的名叫安尼。无人会叫伊的囝讲无受疼，总是上帝会甲伫何西阿书内底，先知讲上帝到尾会怜悯因，佮甲因立约，接纳因做伊的囝。所以保罗用来讲啥物话？保罗用来讲上帝为接纳归信基督的犹太人甲外邦人来成做伊荣耀的器皿，然后因搁较会当成做伊喙内底所讲我所听的。保罗即着安尼咧强调，上帝有权伫任何时间呼召接纳怜悯任何一个人。罗马书第9章27节。做伙来读保罗安尼诠释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做伙来读来。关系以色列人，以赛亚捌宣布讲，虽然以色列的子孙亲像海沙遐尼多，毋过只有所剩的少数会得到救。这句头半段。差不多出对何西阿书第2章第1节的头前，总是因为内容真亲像以赛亚书第10章21节、22节，所以神学家咧讲一项代志，对迄个何西阿，迄个真正面的信息，怎么要挖对较负面的方式，暗示有人会得救，有人袂得救的信息。因为咱读到以色列的子孙亲像海沙遐尼多，互咱想到啥？互咱想到亚伯拉罕，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应允，对无？上帝互亚伯拉罕应允讲，你的子孙要亲像海沙遐尼多呢？总是歹势哦，以赛亚书就讲过啊哦。虽然海沙遐尼多，以色列人敢若海沙遐尼多，总是咧。只有少数会得到救，所以照着这款的解说，保罗要指出，当时少数归信基督的犹太人，就是亲像以赛亚所讲的少数会得救的人。罗马书第9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主伫地上为真紧，搁彻底执行审判。这个审判原文的意思，就是当时用伫商业过价算数，所以迄个算数。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咧讲啥？保罗讲：恁莫想讲，即莫悔改哦。上帝会真紧甲你算数哦，上帝会真紧甲你算数。罗马书第9章19节上尾一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是照以赛亚以前所讲，若毋是主万军的统帅甲咱留整，咱早就亲像索多玛，嘛亲像蛾摩拉。保罗大字是引用以赛亚书第1章第9节，先知以赛亚原本是针对南国犹大的谴责，但因类比做索多玛、蛾摩拉。索多玛、蛾摩拉是啥物货？是互上帝受气，
降火来烧毁的城。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一方面是强调遐归信基督的人是得救的子民，另外一方面是咧指出检采犹太人是才背道以色列的后裔，因所会当留到现在，毋是因为黑暗，就是有互人恶恼的行为，只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你真特别有一本美国的牧师卢卡杜所写过的一本给囡仔的册。伫这本册内底，咧描写故事咧讲，有一群称作维美克的插头插头人插头人，迄个木头人的意思啦吼。有一群叫做维美克的插头人，这群拢是一个目像叫做伊莱所做的。然后每一个所做出来的维美克人，拢生做无共款。总是这群人，这群维美克人，逐工拢惊做一项代志，就是去别人的身躯打贴纸。打贴纸有两种。一种贴纸，大纸啦吼，大纸；一种大纸叫做 Golden Star， 就是金星。另外一种大纸叫做灰点点，就是带你比赞还是倒赞的意思啦吼。总是，所以这就造成一种现象，就是遐生做真水。真有才能的，会互人打 Golden Star， 就是金星。总是遐无好看，生做无好看，啥物货拢袂晓的人，迄个插头人，会互人打灰点点。然后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维美克人叫做胖哥，伊生做真无好看，嘛无啥物才能。所以做啥物货，伊安怎做拢互人踢笑，所以伊规身躯拢互人打迄个灰点点。因为伊身躯顶头灰点点伤多，所以伊就想讲，我莫出门啊！每一遍出去拢互人打灰点点，做啥物货拢互人踢笑。直到有一天，这个胖哥拄到一个真特别的插头人。这个插头人叫做露西亚。这个插头人真特别哦，是安怎？身躯拢无打啥物货，别人想要来打嘛，打袂好势，拢会落落来，真特别。胖哥就想讲，我嘛想要亲像安尼呢，别人甲我打，我就打袂掉，就会落落去。然后问这个露西亚答胖哥讲。你真简单哦，只要逐工去找迄个依赖就会使。所以胖哥就有勇气走去山顶去找迄个做伊的目像依赖。依赖看到胖哥身躯顶头有真侪火点点，胖哥就来应讲：我毋是雕工要爱这个火点点的啦。伊来台讲，我无地意维美克人安那看你，安那想你，你嘛无应该地意别人安那看你。我认为你真特别，这就是这本册的由来哈。你很特别，我认为你真特别。胖哥讲我来是因为我拄到一个迄个大纸打袂掉的人，是安怎伊身躯迄个大纸打袂掉咧？这个创造的人应伊讲，因为伊决定要将我的想法看了比别人的想法较要紧。只有当你互大纸搭伫你身躯顶头，这个大纸
才大会条。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囡仔册啦，这其实是一个囡仔册吼。啊，我袂使互大家看迄个影片，不过确实无毋对，咱确实是活伫一个咱真惯势互相打标签的社会内底。咱这个社会会安怎？咱这个社会会分讲哪个、劣个、较欠的、身躯较臭的、好野的、穿做啪里啪里的、有能力的、无能力的。所以现在的社群媒体嘛真惯势哦。咱知影，咱若市站吼，每一个站，迄个拢有电脑咧分析哦，然后伊会将咱较爱的送来互咱看哦。电脑是安尼啊，即摆是 AI 是变做安尼啊，所以咱看到的拢是甲咱差不多共群的人，因为甲咱属性共款。这就亲像过去用 Torah 来分出彼此共款。性，什么是性？什么会是属？什么人会互上帝怜悯？什么人会互伊审判？所以咱爱真注意敏感着这项代志，爱细字对咱开始的审判，因为咱不只是咱嘛会去审判人啊，咱心中拢有一个目镜，会去分出什么人甲我共党的，什么人甲我无共党的。总是这当是上帝的心意。Price 这位当代出名美国的作家是安尼讲，伊互什么人叫做圣徒一个定义。伊讲任何人不管伊有偌侪瑕疵缺陷，伊会当用本身做榜样，毋是用讲的，带咱去领受到迄件互人上歹想象的事，就是上帝对所有创造物遐完全的听。那安尼，迄个人就是圣徒。亲爱的兄弟姊妹，请爱的基进，就亲像我拢会时常甲人讲的，不管牧师讲偌济，就是会有人会感觉啊，牧师就生一支喙尔，好累累。安那选择，拢有可能只有法度互部分的人满意，部分的人所听甲接受。因为安尼，咱会打人标签，随上真歹势，别人嘛会甲咱打纸，真歹势，拢会。咱这个社会就是安尼，总是咱拢需要会记住，专心去听上帝的声。咱较注意的做基督徒，其实是较注意上帝的想法，比别人的想法较要紧。因为上帝透过保罗咧对咱讲，迄个进前叫做无受伊听的，迄个进前叫做毋是伊会囝的。当因听到呼召接近因，信靠伊，就会当成做伊荣耀的器皿。所以，不管咱伫这个破空，亲像破空的世界内底，互人打偌济打纸，只要伫咱迄位听咱的消费的人手中，伊要接纳，把咱抱起来，要对咱讲，你真特别，搁较是我所听。
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影阮就活伫一个破空的世界内底，阮确实真容易用阮家己的眼光去评价这个世界，去对这个世界侪侪的人甲代志做出阮的判断。因为安尼，阮也会失落真多。阮常时嘛，诚做互人大抓的一个人。主求你怜悯阮，怜悯阮所做的审判，帮助阮，互阮毋是注意别人的眼光，只有注意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透过你的眼光去看，原来阮就是你所疼。你要看阮做真特别，你要接纳阮、疼阮的迄位上帝。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昨个吟圣诗第577首，每日只有信靠主。会众请给您转手。每日只有心靠主，艰难中也心靠主。虽然我的心真切，心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心靠主，日子快过叫靠主，无论啥事的包围，心靠主就得稳稳。有主先心内。我最近修理因做我稳当，心靠主最的逃亡，时时刻刻心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的包围，心靠主就得稳稳。我都被他的引使，路中行呀就叫伊。要抓心靠主就得引抓，时时刻刻心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的包围。就得稳稳，真心人心靠主，地水火无也靠主。
高为堂之辈主，这是我可遵守，时时刻刻心可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下属的包围，心可出主的恩惠。会众请坐。这个来奉献，咱请陈美智执事甲苏依玲执事来书献。那头一摆到教会毋知奉献的意义，免奉献不要紧。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主，阮对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赐阮一切，打阮献上淡薄仔金钱，求你接纳祝福互你的圣工，嘛祝福教会有智慧来做工，互你所疼的人拢得到利益安慰，抑搁快乐活命。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感谢请坐。我来报告内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遍，请会众来读两遍。伊为着所预备来接受伊的演讲遐个人，就是伊怜悯的对象。伊搁较会互因知伊丰富的演讲。罗马书9章23节，请。咱先开节目第一页，咱8月份的第9个长席，长老是张伯钧长老，执事是张春燕
执事甲刘泰山执事。咱8月31甲下礼拜9月初7，咱服侍内容甲人员请咱家己来注意。周间聚会甲主流的聚会甲教育杯课程，咱时间内容请咱家己来看。第二咱小组聚会表请咱家己来看。奉献顶摆奉献的名示留毋对，咱请来甲中心是办公室来更正。根据周报的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8月31，第一，咱第2场要举行主日路毕业典礼，名单咱请家己来看。第二，大楼管理委员会伫9月16礼拜六下晡3点，伫7公1会室来召开，请委员来出席参会。下出日9月7，第一，学者团契就任式。要伫第1场礼拜来举行，请主日学学生少气新任的首长校几学校的营长来有备出席来参加就任。第二，9月份这月中执长老是李正义长老，执事是余立芳执事加黄业社执事。第三，9月份定期中执会要伫下晡7点，伫7公1会室来召开，请各部将报告交伫办公室来回正。中执会要线开小会，请小委员来出席参会。小会公告：第一，经过预算的结果，小会推荐2026年中执候选人的名单。如下竞争胜率，长老是莫桂英、吴立泰，执事是黄淑辉、蔡那平、任珍妮、刘扩辉、莫桂英、肖素娥、邝宏斌、卢敏珍。咱10月7号是临时会员好会，咱要举行中执的选举，请大位兄弟来为着这个候选者来带导。教会消息：第一，咱9月份祈祷会是教会设教740周年的祈祷会，要伫9月7日暗时7点，伫6楼的副堂来举行，邀请兄弟同心来祈祷。具体消息：第一。本会张以林兄弟的岳母，就是彭瑞莹姐妹的妈妈，已经伫8月27来举行告别式，咱请为着遗族来关心带导。今仔日以林兄弟甲迄个瑞莹姐，咱也有来吼，请咱伊起立，伊要甲咱致哀谢。谢谢。其他消息：第一，同合作社理监事会伫9月7，中午12点半伫7公2会议室来召开，请理监事来出席参加。以上报告。我伫遮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头一项，咱顶礼拜小会开票了，有推荐咱选落伫10月第1礼拜。候选长老甲执事的候选人的名单，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不只是为着这个候选人来祈祷，随常咱嘛爱为着教会来祈祷，因为咱毋望为因祈祷的过程，其实就是毋望伫这个决定教会，就是更较参与教会大细的这个代志，这个服侍者真正会当真用心。那求上帝伫教会事务内底，所以咱求上帝赏赐，互这个过程拢会当顺遂。第2项代志嘛是搁较补充报告，这项代志就是咱为着咱爱下面有刷来，明仔载开始就是新学期的开始啊，
所以咱爱为着新学期的这学生学习，新学期或者是已经毕业，即摆刷落来有新的任务吼。想讲咱中间有的青年爱去做兵，虽然即摆做兵改成亲像甲过去无啥共款吼。过去去做兵，敢若拢人会无去，还是安怎吼危险？啊，即摆拢做12天吼，40天，4个月吼，4个月的兵吼，即摆嘿。刷落来，改做一档啊，不过即摆青年个安尼啦吼，所以然后4个月有当时啊个是替代役，所以是逐工拢会当转来厝吼，所以可能甲过去爱看每一个青年的情形无啥共款吼，所以咱爱为着因来祈祷，咱求上帝帮咱，互因伫刷落来的任务甲挑战，拢有上帝特别的祝福。上时我嘛要为着，请咱特别为着140周年这个系列的活动来祈祷。毋望咱对后礼拜开始，就会当开始报迄个伫报告内底来报送即个每一个团契祝堂教会生日快乐的这个影片。咱毋望会当开始收集，虽然目前已经慢慢咧收集各团契、各小组。嘛毋望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来使伫家庭内底，咱家己来翕，吼，厝内底的成员吼，家己来翕即个堂教会140周年特刊的活动。详细嘛要甲大家宣传啦吼，10月1号拜三暗时7点半到9点半，咱会伫堂的展演中心内底来举办。马街内头设教140周年的纪念宴会，然后伫10月19号礼拜日的下晡1点，要伫这个所在来举行福音之声的音乐会。11月2号早起是9点半，咱会伫这个所在来举行设教140周年的感恩礼拜。上尾是11月8号的拜六，咱也嘛爱多谢昨昏咱的。倒球队代表咱教会去参加嘉南杯啦吼，爱多谢这个倒球队的辛苦，总是昨昏无得到牌啦吼，所以不要紧吼，咱就真正会当参与联谊，我想就是上大的福气，所以咱嘛会办一场福音的倒球联谊赛，是伫11月8号拜六，早起是10点到下晡的2点，所以欢迎咱大家备满心来参加这个活动。祝福谢献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会众请今日临时线，请吴牧师来祝祷。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眼光偏照你，也因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修使你平安。永远的上帝，你是阮的开始甲落尾，求你做阮出发甲目的，伴阮今仔日的旅程。求你用阮的手参与你的创造，用阮人生带互别人，你赐予这个世间新的生命。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阮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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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请坐，田角列倒。
平安礼，请会众起立来互相请安。平安，耶稣听你，我嘛听你。